就来看这个台南市有一个20多岁菲律宾籍的男子，2月初3入境台湾，到防疫旅馆来做检疫。2月19开始做自主健康管理，但是伫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，都互伊头家坚持讲，这个员工都要到永康某一栋大楼来接受着训练。想袂到尾啊，这个男性的员工竟然确定去喂着新冠病毒。可你家在，这个确诊者伫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，甲这个病毒喂互人的风险已经降低真多了。啊，来台南市卫生局嘛依照着传染病防治法，甲这个头家罚款15000块。检去大楼爱量体温、喷酒精，因为台南永康区这栋大楼伫咧2月19，有一个菲律宾籍查甫人确诊新冠病毒，互伫咧共这栋大楼上班的人强要猝死。目前回家的话是口罩就直接丢掉，然后就去做肥皂清洗。那我用餐的部分是请我家里的人另外准备一份出来。确诊的20多岁菲律宾籍查甫人，迄天是去20楼的公司训练，嘛去过20楼的查甫病所。伊伫2月初3入境了后，就去防疫旅馆检疫，当时无镜头。2月18检疫期满了后，佮自费去采检。2月19开始做自主健康管理，毋过头家叫伊倒来公司训练上课。同一天采检报告出来，结果出现是阳性，业者才就通报遂停止课程，大楼嘛开始做消毒。不过，这间按943的公司负责人无遵守自主健康管理的规定，台南市卫生局依法甲头家罚办告。卫生局讲，自主健康管理虽网感染的风险已经降低，不过当事者嘛是袂当出入公共场所，安尼较袂有烧坏风险。